10大最常用嘅網站係乜嘢？出得街嘅嗰啲啊 Google 咯， ，Google 而家一開機係係咪？以前我開係 Yahoo 嚟嘅，dot Hong Kong。Yahoo 有，但係 dot 乜嘢？台灣。哇！你又嚟？日本喎 ，Japan 第10位。 YouTube 係咪啊 YouTube 有2啊，勁抽，佢玩晒。 ？Facebook 咯， Facebook 3。係呢幾個龍頭。Reddit 咯。 Reddit 冇喎，sorry 啊，原來有 Reddit，唔好意思，喺第9。OK，即刻講高登連登。下次同你做翻去香港，但係又要出到街嘅。eBay 咯哇！你咩年代啊？ ，Amazon 咯我都好 surprise 冇 ，Carousel。 Amazon 都冇，你整個 carousel 上去冇可能啊。 IG 咯，係啊 IG 啊，唔係手機嘅咩？咁但係佢當係呢個幾年前改咗名，即係美國常用。美國常用唔關我事啊。咁你都可以知噶 X，即係以前嘅 Twitter。哦，係 Twitter。而家剩翻3個，有2個日日用嘅你。香港天文台啊，雖然唔準。又你最大嗰個 Messenger 啦，全球 WhatsApp，哦，Web WhatsApp 嗰啲啊佢都當係喎。 ，ChatGPT。係啊，ChatGPT 第5啊，係啊，WhatsApp 就第7，剩翻一個。呢個經常你 search 新任何嘢，通常都唔撳佢，但係你 search 新人名，佢都係出佢呢個先。哦，LinkedIn 啊，近啦，但係都係嗰啲嘢。Wikipedia，即係你 search 新，跟住但係你都唔撳噶嘛。哦，都係。個 list List list